台湾、南韩、泰国警方做伙合作，抓到一桩国际贩毒案件，是由国内乌道对寮国买毒品去到泰国，最后是要走私去到南韩，而且伫南韩乌车介绍是骗台湾加10倍。即届查到要到20公斤的安非他命，若准走到这南韩的市面上，非法金额会当赚大票4亿。这个查甫人搬3大箱物件。若要出来电梯，就看到南韩的警察，伊是惊一跳，因为箱仔内底是底毒品安非他命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有台湾人走去南韩卖毒，伫台湾幕后的主嫌发现代志瘪空，准备要逃走去越南。加在咱国警方接到韩国的证据，紧马派人去机场，现随甲抓起来。金三角地区一带的毒品来源、价格的成本低廉，来运往这个毒品黑市行情、高价格的各国家。由国内黑社会组成的犯罪集团，根据警方的调查，这个犯罪集团伫寮国找到毒品的货源，甲泰国当作是中继站，了后走出去南韩，再搁派细汉的去当地交易，而且因会经伫南韩做买卖，是因为乌市的介绍比台湾加10倍。即届查扣买20公斤的毒品，万不离这毒品若流入去韩国，不法所得有甲4亿的代票。车手呢，他们是利用宗庙的一个场合来吸收。然后被黑帮利用，然后前往韩国地区从事这个毒品走私。警方佫发现讲，嫌犯下国卖毒品已经得要5年的时间，透过强庙吸收青少年，或者囡仔变做是车手，这嘛反映出国内青少年犯罪问题。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，青少年的嫌疑犯人数有加悬的趋势。犯罪集团他只要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年轻人就是要冒险啊，就要做一票大的啊，或者取得一个快速的入门砖，有一个社会地位。”但这些话呢，都非常容易的引起青少年的认同。估是去年1月至8月，青少年的嫌疑犯有26000多人。不过，委员头要安怎来预防？学者嘛讲出教育的重要性，建议会当用影像等较新型的方式来宣导，强化咱国民众法治的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